歡迎嚟到數知教室。今日我哋講嘅題目係整除。呢度有4點係比較重要嘅碌嚟嘅，咁希望你哋記咗佢啦。第一點，能被二整除，咁能夠被二整除嘅嗰個數一定係一個雙數嚟嘅，記住雙數就俾二整除到嘅。能被5整除，咁嗰個數字嘅個位數，記住個位數一定係0或者5嘅。能被10整除，個位數，記住係個位數一定係0嘅，個位數一定係0嘅。好啦，如果題目話同時被2和5整除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個意思即係話被10整除同上面一樣啦，所以個位數都一定係0嘅。好，我哋嚟個實戰啦。被2整除嘅，咁一定係咩啊？頭先有講到啦，能被2整除一定是雙數。咁點為之雙數呢？個位數會係0、2、4、6、8嘅。咁好啦，小朋友，我都提你啦。當做呢啲嘅時候，啲數字會比較亂嘅。咁但係你哋唔好，揀完呢個，再揀呢個，再揀呢個，咁樣會好容易錯嘅。我教你一個方式，一行一行咁睇，頭嗰行邊啲係雙數啊？呢個係，呢個係。到第二行226、620、762，呢兩個唔係。到第三行104、420、720，記住有規律咁樣睇落去，你可以打橫咁樣睇有規律，或者打戙咁樣睇，最緊要有規律。如果唔係，你就好容易犯錯噶啦。咁好啦，第二 part 能被3整除。咁好啦，當做能被3整除嗰陣時，我哋做一啲嘢先。首先就係學校所教嘅，將呢3個數加埋佢，901加埋係10，呢度都係10，寫個細細個字上去得噶啦。呢度加埋都係10，呢度加埋係8，呢度加埋會係15，加埋係10，加埋係14，加埋係5，加埋係6，呢度加埋係20，加埋係9。咁好啦，當呢啲數字加起上嚟嘅7加2係9，加完嘅時候，當我哋能被3整除嘅，咁我哋睇下有邊啲數字可以被3整除啦。10係唔可以被3整除，因為10除3係3餘1嘅，有餘數就唔能夠俾佢整除噶啦。咁好啦，8都唔得，15得，咁我哋所以寫762。好啦，14唔得，5唔得，6得。好啦，20係唔得嘅，9係得。咁所以能被3整除嘅有3個數。好啦，而家能被5整除。咁頭先有講到啦，最重點能被5整除係咩啊？能被5整除個位數一定係0同5嘅。咁好啦，我哋唔能夠用呢個10俾5除，因為呢個位數並不是0同埋5。咁所以我哋要睇0同5就得啦，唔需要睇我哋加埋個數字。能被5整除910、190，第二行620、455，第三行420、695、720。好啦，能被10整除啦。而家咁頭先有講到啦，能夠被10整除嘅數個位數必定是0。咁第一行有910、190，第二行有620，第三行有420，仲有720。
呢啲數加埋係9同6都可以俾10整除到，因為佢嘅個位數字係0。好啦，同時被2和5整除嘅，咁頭先都有講到啦，個要訣。同時被2同5整除嘅意思係咩啊？俾10整除，個位數必定是0。咁好啦，咪同上面一樣咯。咁我哋可以抄翻落去啦。好啦，小朋友，希望呢個 exercise 仲有呢張要訣可以幫到你哋響整除攞到好好嘅分數。